能够在今天早上一起敬拜神。主啊，这是你特别的恩典跟荣耀，让我们在你面前看见主你话语如何来感动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智慧，特别是充满了应许，让我们愿意学习主的话，得到力量，得到智慧。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说撒下米粮这个话，可能你一看字面是了解，到底在讲什么哈？为什么要用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如果刚刚读的维文执事带领我们读的圣经，你就马上知道说，他出在传道诗11章1节哈。他怎么说呢？他说：“把你的钱投在对外贸易上。”那你就觉得说，跟那个题目不一样啊。原来我们的新的现代中文译本，它其实是把原文的语句，它不是按照原文字来翻出来，而是把原文的意思直接把它写成现代化的意思。好，那如果说我们要了解原来的，我看看有没有放上那个旧的，没有，没有哈，没关系，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他为什么会用把你的米粮撒在水面。为什么要把米粮跟个对外贸易怎么差别呢？原来它的经文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典故的，有出处的哈。所以呢，11章里面传道书11章有一个很特别的深的比喻，有些学者把它将传道诗属于11章哈，感觉说这个是最难解的经文之一啦。那难解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大家随便乱解释啊，随便乱解经。但是如果我们存了一种敬虔的心态，祷告的心态，说神啊，这个话你要对我讲什么？那有时圣经没讲出来了，你自己从圣灵感动。它原文是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这是和合本的。那现在中文本直接把意思改掉了，那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是为了给现代人了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把你的钱投在对外贸易上，总有盈利的一天。”那换句话说，很多在做生意的人都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啦。我们常说一句话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小心一倒，全部都坏掉了。你可以分成从现代的眼光，我们知道分散投资是很大的一种能力跟智慧。也许你投资什么，你不同的投资，可能这边会亏，但是从那边赚回来。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会理财，对不对？股票最近不好，赶快把它兑现吧，或是把它脱手，赶快去买比较能够保值的。那这些钱财呢，在我们的理财方面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啦。不过他传道士是用一种比较人生的智慧，或是人生的经验特别是从上帝领受的来分享给大家。像你粮食撒在水面，真的我们不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做一个类似的比喻，你就了解说，在3000年前的圣经经文，他要跟今天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话，他一定有一个过程，然后你从话里面得到新的理解，那这样圣经就不是一个旧的东西，是一直现在的。那原先犹太人他们用这句话来做一种彼此的提醒跟勉励，但是你可能不了解意思，但是当时的人当地人知道一讲到这个我要给我讲什么知道了。我们举个例子了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华人的背景里面，你听过一句话叫做10年河东10年河西，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的就要去学习，回去找老师了哈。但是你听到这句话，你大概了解意思，对不对？但是大概你没有很深入研究说到底这句话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把它比喻说，传道书他讲你要把米粮撒在水面，受过这个文化熏陶的人就马上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不过10年河东10年河西你听到了，但是不一定完全了解它的来处，那就有空去查电脑 Google， 原来
它的原因是这个，你就说哦，这句话如果对外国人讲，他听不懂啦。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字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是不懂意思，对不对？原来呢，十年河东跟十年河西，最原始的文字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它也告诉我们什么事？世事多变，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掌握的。今天你很风光，说不定几年后你的变化了。从一般华人的事实来讲，就是说风水轮流转。那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理解说，一句成语成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没有是有它的原因的啊，不是随便乱来的。原来这个故事出在中国，因为黄河这条河是一个活的河，是一个很暴躁的河，所以呢，今天黄河从这边流过，你家里面可能有很好的地方可以取水，但有可能再过几年，山洪爆发，河都改道了，改到西边去了。原先他的解释说，这个黄河它不是固定的，有一天你河东这边被黄河把它侵蚀掉了，那西边人会说：“哎呀，你们真的运气不好。”没想到30年，黄河又改道了，改到河西去了，河西的人吃苦了。那这个故事会成为当地一个俗语，不过会变成那么出名，原来有原因。各位知道中国出名的历史故事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那安史之乱呢发生之后呢，就是由当时唐朝的名将叫郭子仪，他来平定这个乱。那然后呢，这唐明皇就很高兴就感谢这个将军，所以他就特别为他匹配了就是吧，把公主呢匹配给谁呢？匹配给郭子仪的儿子做媳妇，等于郭子仪跟皇帝就变成什么亲家了，对不对？那是很大的赏识对不对？应该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得到了，但是没想到郭子仪这个孙子，也就是公主的儿子啦，从小娇生惯养，从小呢就不知道人间疾苦就对了。然后他只会享受，挥霍无度，所以等他的郭子仪啦父母亲过世之后呢，竟然把家产都败光了，没几年的时间，竟然1毛都不剩，只好到街头去乞讨了。你看这个多可怜，对不对不过他因为从小呢，他记得有一位奶妈，30年前奶妈照顾他，所以他想说，好像我的奶妈住在河西庄，河西那一个庄，想去走一走。人遇到落魄的时候，总是想要找一些慰藉跟能力。你知道，小孩子被奶妈养，就像自己的亲妈妈一样，对不对？想要得到一个鼓励就对了啦。那问东问西都问不到，感到非常扫兴。后来他就到有个农夫走过来，他就问说：“你知道某某人吗？”原来这个农夫呢，就是他的奶妈的儿子啦，奶妈的儿子所以他就邀请他到他家去做。哇，看到奶妈的家家产很丰盛粮食还有好几个仓库储藏起来。这位郭子仪的孙子就感到很奇怪，当时你的妈妈来我们这边当奶妈，表示家庭不是很富有嘛。他说看到这个农夫的家钱财那么多，就问他说干嘛？为什么还要自己劳动呢？家里那么钱那么多，还那么劳动？那这个主人就回他一句话说：家产再大，也有吃空的时候。家母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奋发来创业，才有这些家产。所以呢，勤俭持家，其乐无穷这个郭子仪的孙子就感到非常的惭愧了不过主人呢也蛮有情的他就说：好吧，既然你落魄到现在，来你在我家帮忙我管账帮忙我管账。
不过你知道，从小娇生惯养，根本他钱都乱花，怎么会管账呢？所以一窍不通就对了。所以这个主人呢，就一边是不舍啦，其实一边是感叹，他就说：“真是30年河东享不尽的荣华富贵，30年河西寄人篱下。”你看这个故事多警示，对不对？那华人听到10年河东，10年河西，就知道说：“哎，不要太骄傲哈！啊，有一天换别人，不要换别人有这样的兴盛哈，是这样子的。”那其实这句话跟传道书讲的有点类似相通的地方。他就告诉世人说：“你要各方面去投资，因为有可能有一天就会从这边得到利益。”好了，那牧师收集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啊，他怎么跟我们讲呢？他这个意思有一点类似说，是从海港的城市，他们进行粮食交易，把它拿来做比喻。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勤劳，要勇敢、冒险，才能够有成功。换句话说，做生意不要是很固执、很死守。一定要有多方面的投资，有多方面的方向，才能够得到。那从传道诗，或是从箴言，就是犹太人的智慧的累积嘛，他们就得到这些启发了哈。那我们看1到6节，其实都沿着这个第1节的主题一直在重复提醒哈。2节说要在好些不同地方投资，我们都知道分散投资的风险是有智慧的哈。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灾难会临到那个企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礼拜4有没有来听盛小梅的音乐会？好，我们听到她的先生做见证，对不对？看来他说是什么人生的胜利组。在台湾什么事情都顺利，才有机会到美国留学。而且他先生说，他投资房地产做得很棒，很兴盛，所以就有钱买到那个洛杉矶半山那个漂亮的别墅、豪宅，那到这个时候，人人羡慕，对不对？当他会上来做见证，原来是这样子。没想到经历了美国的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房地产一塌糊涂。糟糕，他原先靠着房地产起家的，哇，很多钱赚钱的，没想到他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还亏钱。银行的贷款已经来了，怎么办？不得已啊，连他现住的那个豪宅就卖掉了，好像归零了。所以他的见证，你会看到传道师讲的多有智慧。他告诉你很多事情，人生是经验的累积，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判断哦。所以这个盛小梅她的先生，后来才知道说，要回归上帝。后来他不把事业赚钱当第一啦，他把赚灵魂当他的首先的，所以他才会跟太太到处跑20多个国家，到处去传福音。那我觉得传道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好，那11章3节说，树无论朝哪方面倒，就倒在那里；云的水汽饱和，雨就向下。各位都了解这个意思，这个大自然的原理嘛。但他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事是无可避免的，是会发生。它的结局可能不是按照你所预料的，但是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万事要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如果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无论下雨或倒树，但是有人会得益，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奇妙了。我们说我们靠自己，盛小梅的丈夫靠自己，但是这个大环境变化，你哪能靠自己啊？你原先你是最夯的产业，变成最糟糕的了。但是也要依赖上帝，你会在红海当中，你逆势操作会得到益处。很多人有这样投资的眼光，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很糟糕，但因为他原先准备了。我们说有银两很多啊，所以趁房地产在贱价出售的时候，他把它买回来，因为他有本钱啊，所以他就有一个预备。也许
有一天房价又涨高了，他就可以赚好几倍。很多人会投资，因为听说最近呢，日元贬值，对不对？哇，赶快多买一点，因为你要去日本旅游，就可以多买好几个很棒的产品。但是有一天，日元又涨价了，所以这个很多情况都随时瞬息万变的哈。那这个事情，如果你要等待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撒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你总不能等说什么事情都为我安排好了，我才要做啊。是你愿勇敢，你方向对了，安全稳当，那就勇敢的出手。如果你不敢，永远就在那边等待。我们很多人不是他不聪明，但是他的性格有一个软弱，就是说好像事情都要人家帮我办好，我才能做，在困难当中就做不来了。那其实有些人要在这个操练怎么样去突破逆境。有的是看见眼前的乌云心情就荡下来了。其实你要知道说，乌云上面有蓝天呐，那这样就是智慧啦。因为你的知识跟这个智慧是有差异的所以他第4节跟我们这样写，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人最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怎样在孕妇中成长。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在肚子里面，现在可能靠现在的医学，很多妇产科医师可以让你看到3D 立体的胎儿在里面动，但是他怎么会长大？手脚伸出来了，眼睛有了，慢慢四肢都健全了，你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告诉我们世人说，既然连一个胎儿怎么成长你都不了解，你怎么能够理解上帝创造万物他怎么工作？那等于是把人的有限跟神的能力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那你是要靠自己呢，还是要仰赖神？就是这段话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等待事情绝对安全稳当，才敢大胆动手的，只好永远等待了11章6节，他说：“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成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的好。”这句话跟前面都有一个互通的连结嘛，就真的很像说，我做什么事情，觉得这个时候做对不对，那个时候做对不对？那你如果找理由这个不好，可能会亏本，这不做了，那你变成懒惰就不做了。我们台湾的农夫非常的有智慧他们呢会测试、尝试或是试验说，不同品种的菜或是不同品种的水果，它怎么样摘出最好吃的、最甜的？所以他就可能一块田地割了4、5份，那这个种这个品种，不同的时候要浇多水或是少水，也那个什么时候要栽种，什么时候要施肥，哇，他一直测试，试到最后说我们台湾这个气候，我们在这里台南的气候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的，所以它是摘出非常棒的水果，非常好吃的水果，而且价钱很高。所以各样都要测试。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歇你的手，这个是原来的意思不要歇你的手是旧版的和合本的圣经，他就说不可懒惰了，没有理由推借口来懒惰。他说我们不知道未来，这不能做懒惰的借口。结局会偶然产生，随时要预备，随时要勤劳，因为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我们常听了一句很有提醒的话，他说什么？就是成功是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或者说很棒的职业，很棒的一个位置，是因为你准备好了，不知道什么时机会来。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很流行棒球，对不对？棒球很多一鸣惊人的投手是这个球队已经遇到糟糕，前面的有名的投手都没办法掌握这些敌对的那个队伍那个强棒攻击糟糕，他们的投球的那个技巧跟投球的那个变化球都被敌人掌握住了。好，王建民，你上来投看看
王建民就是这样出名的。为什么？他准备好了，上场投球就一鸣惊人。那个时候健康的时候，连2年，19胜，哇，不简单，差一点就得赛扬奖。那换句话说，你不可歇你的手，你不可懒惰。换句话说，你是随时预备好就对了。所以有学者就把它做现代化的衍生，把11章的1节衍生什么样呢？他说：水撒米粮在水，水是什么意思？水是代表所有的社会的群众，所有的百姓。那个属灵的意思，我撒种啊，撒这个粮食在水面上啊，是一种投资的意思。但是从属灵的解释，我们把它理解说，我们就是要随时传福音呐，你要救灵魂呐，随时要把福音传扬，不要等候，随时有机会。所以他说，这一句话原来在讲是商人的投资，粮食是代表贸易，水面代表船运。我们都知道早期呢，陆路的交通是困难的，因为路不好，车子要过很困难，何况又有山，有高低起伏，所以早期呢，陆路能够交通很好，我们就会听到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表示说，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才能够有那些官道，就官方的官，那个路才稍微能够用车子来载东西。平常我们就要走路啊，骑马也是要走，用那些路就是不平的要走过去啊。所以早期呢，通常用水运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水可以载更重的东西。那只要有船，它就可以借着风到远处去。保罗在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他走陆路，比如说走过那个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以前叫小亚细亚，然后经过过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过去到哥林多啦，到腓立比要走很远的路啊，所以他比较习惯用搭海运，对不对？你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保罗的传福音的图都是海线海边走。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传道书的作者他告诉用航运、用贸易、用水来代表一个人努力的方向那他说撒粮在水面上是代表什么样？因为你撒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收，你不知道，但是一种交托了，是一种让上帝成全的意思。因为人的智慧跟能力，包括你能够掌握的时局。掌握社会的状况，不是一个人能操弄的啦。而且现在是一种很自由的社会连什么政府的力量都没办法干涉那基督徒从这些话找到说，撒粮在水面，表示你要交托，你要让上帝来成全。尤其呢犹太人透过这些话，他们的拉比就是他们的圣经的教师，他曾经用这些话来。一个衍生的意思就是说，善有善报的一个原则。其实这些智慧的话语，有时候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了，也不光是犹太人或是中东那边的智慧，因为在埃及有类似的话埃及有这样的箴言说：善事若投在河中，河水枯干，善事便显露出来。善事跟河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在隐喻，对不对？你做了善事，在暗中做，有一天你会收到回馈。郭子仪的孙子，他可能不是本身处理的，但是他爸爸妈妈可能当时对待这个奶妈很好，还好，这个孙子落魄的时候，奶妈的家就救了他，那不是善事投在水里面吗？但水干的时候，善事就显露出来了。种子撒在水上，河水枯干，植物就会发芽生长。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上过国高中大学的那个生物什么对这种大自然的原理你要了解。很多种子是透过水的一个散播，对不对当然透过风也有啦，还透过虫透过鸟吃的种子都可以散播比如说我们那个椰子很硬，对不对敲不破，然后它可能被风打落在海水里面，它是随着水流一直跑，到一个地方被大浪打上岸了，
有一天他就直接在沙滩上面就定了根，那边就长出椰子来。所以撒在水面有它很深的意思了哈，我们可以自由去联想。那阿拉伯有一句话说：“将善事好像面包温在水中，日后必有善报。”那面包温在水中，你告诉我，我也不了解什么意思。但他们的预言，他们的这个俗语就是知道，听到这个意思，他们了解。好，那我们总括这个传道书11章1到6节，到底在给我们讲什么？我给他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就是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所讲的这句话。从属灵的眼光，从传福音的角度，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无论得时不得时，跟传道师是彼此呼应的。他现在的翻译说，不管任何时机，理想或不理想，都要传，任何时候都要传福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这个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的一个研习会，牧师印象很深刻。这个负责讲解的杨牧师就用这段经文在问所有的会众，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无论得时不得时是什么意思？得时或不得时，到底要讲什么？”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说：“就是随时啦，得时不得时就是随时嘛，没有什么好挑的，得时不得时都是随时啦，任何时候都要传福音。”所以保罗告诉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要用最大的耐心，不能看自己的心情，努力，任何时候劝勉、督责、鼓励、教导。”所以传福音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从传道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再加上保罗跟我们讲得时跟不得时，我理解是，我们基督徒，无论是新信主才1年，或是已经是老基督徒了3、4代了，我们要把传福音当成你一个本能，你不用去思考，就知道说，随时都要传福音。这样才能够让你不会感觉对传福音要做一种判断，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对不对，有没有用？因为圣经都已经告诉你了。那我们说本能是什么意思？你是一个爸爸妈妈，你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还在喂养他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这个时候我很累，孩子饿了哭了，我不管他，因为我饿了，我累了，不想养他。”你再怎么困难，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责任嘛，你都会撑着眼皮，还是要上起来要喂他喂奶，或是给他换尿布，对不对？你不能说啊，我孩子上学了啊，今天天气好，我来载他去，然后天气不好，很懒就不去载他。因为你根本不会思考这种事啦，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个是你的本来的任务嘛，你觉得做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讲的，一定要这样子做。那我们传福音的态度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才可以啦。好，那牧师尝试说得时跟不得时做一个比较，让你理解说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学会去找最好的方法，或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来传福音，那就成为一个随身的一个本能的动作，就是说一种及时的反应就对了。我们都知道长老教会常常会讲台湾教会的历史啊，那我们都知道160多年前就是150多年前1865年，有一位马尔雅各医生来台南传福音，台湾的教会历史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的触心了就感动。1865年的时候，马雅各医生来台湾宣教，因为当时的英国的母会，他们知道说台湾是一个比较相对医疗落后的国家，很多人呢，特别是台湾这边有很多这个亚热带很多这个传染病，
所以呢，医疗很需要，人会因为有需求，借着我的医疗，他会来认识主。所以他第一次派来的不是牧师，他是派一个医疗宣教师，就是马雅各。然后他来到这边，真的稳定之后有效果了，很多人又要接受主耶稣了。但是长老教会的一个所谓的法规呢，他不能说医生可以施洗啊，他就说要案例的牧师才可以施洗。所以赶快通知回信说，我们的母会能不能派一个牧师来？因为牧师来主持圣餐啊，来主持洗礼啊，才能治理教会啊。我是一个医生当长老还不行哎，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位牧师受派，叫做麦大弼。大弼是用台语发音叫麦大弼，等于就是麦大卫的意思。因为你看英文叫 David Manson， 对不对？好 ，Manson 这个名字很多了。那他受派，哇，怀着很大的信心哦，很大的盼望，胸怀大志。没想到船经过1-2个月，一直开到南中国海。对，现在我们的南海，对不对？那边现在最近很热闹，因为中国跟美国还包括东南亚的国家都要抢这一个的资源呐。我们台湾还有太平岛在那边，对不对？那边风浪特别严重，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台风在那边过来。没想到这位 David Manson 他可能在甲板上，或是不小心船会摇来摇去，竟然被大浪把他打落海里，竟然就在海里面消失了，为主来殉难，还没有开始宣教就为主来牺牲了。这个故事平常很少人提，因为这个是很久的事情了，在1866年。所以当时的英国的母会找不到尸体啊，也不能让他安葬啊，就举办一个追思会。哇，在那个追思会当中，大家流泪不舍，说为神做工要付出代价，连生命都没有了。但是大家不会说那就不要去了麻烦了。反而他们把它称为这个麦大卫的落海殉难，称为死之敬礼啊。因为从肉体的死亡，并不代表完全失去，一个新的生命起来了，死而后生了。在那个场面感动的追思礼拜当中，有3个年轻人说：“好，既然麦大卫牧师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我们就来跟着后面。”其中一个就是第一个来台湾的牧师，真正踏上土地的牧师，叫李修牧师。李修牧师，这个他的英文叫 Hugh Rich。好，那麦大卫牧师呢，他落海，我们可以一种属灵的理解，跟撒米粮在水面有类似的意思。米粮撒下去了，可能没办法收成，竟然是后面的年轻人来得到，为他做后续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一粒麦子若不在泥土里面来死，你就不能结出很多籽粒。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属灵的一个力量是多么的大。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悲剧，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人才的损失，但是神在那个上面把它扭转出一个新的结果。那其中这位李修牧师，他就来台湾宣教。他最主要的场地就是在屏东，而且还到台东以及高雄。这位是李修牧师，他没有正式的照相，因为很早，所以这个是用他版画的一个图像哈。牧师在9月28在1个多月前呢，特别在礼拜6开车去屏东的离港各位可能有去过离港呢，我们经过那个斜张桥下交流道就左转经过九如就到离港。因为离港很多人喜欢去吃那边的什么那个扁心的它是那个
那边的那个美食这样子。但是我们会想说，到底为什么李修牧师跟这个离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去参加一个新书发表会，9月28，我们的台南的历史博物馆特别为李修牧师很用心的编辑了2本李修牧师跟他的夫人叫做伊丽莎白李修他的宣道书信集。那你就知道说，宣道书信就是写信嘛，但是不是诗人的信，而是他来台湾宣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写信给母会，报告我在这边工作什么什么什么一篇一篇把他们很用心哦，他把原文，因为他用手写的很难辨如果你没有研究过你大概看不出什么意思。他还请东海大学一个英国的教授帮忙辨识说这个手写的那个草写的那个英文怎么变，他就把它形成现代的那个文字英文版的，然后再请别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版的，就是这2本一本英文本，一本中文本。那里面都很原始，他写信。你如果看保罗在写书信，你来看他的信，你就知道原来当时的情境，因为他一篇会写到当时的风土民情嘛，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到公报社或是台南历史博物馆去买这个书信集来读，你会看到100多年前的历史。那为什么会去阿里港呢？离港呢？原来李修牧师到台湾第一间设立的教会就是离港，已经100多年了，因为他那个时代嘛。好，那故事很多了没办法时间讲完，但是我把它这个重点讲到说，他在1867年12月就来到台湾，他是第一个来台湾的宣教牧师。平常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巴克里，因为他设立了台南神学院，对不对？我们也比较认识甘维林牧师。因为甘维林牧师他在当时设立了盲人学院他写很多书啦。但是李修他的书竟然是100多年之后，借由官方台南的这边的那个在安南区那边的历史博物馆，他们的研究小组把它翻译出来。那牧师因为目前担任总会的历史委员会的主委，所以有这个责任等于是跟他们合作，然后就去离港为这2本书做一个发表会。那台东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知道说，原来李修牧师就是屏东的教会之父，因为第一间教会离港，后来呢，李修牧师跟马雅各医生呢分配2个宣教区，马雅各留在台南，就是我们现在的新楼医院，以前叫旧楼，就是现在的那类似曲聪学校，现在也都搬到新化去了啦就在目前的那个北门路那边在那边就旧楼，后来搬到现在的新楼医院。李修是一个热诚有毅力的宣教师，他为了宣教工作学了客语，学了台语。但是我要讲的是，李修牧师来的时候，并不是时机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刚刚不是讲得时跟不得时吗？他是不得时，但是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李修牧师来到台湾第2年就发生了樟脑事件，有没有？1868年，因为英国商人呢毕麒麟他们反正私下买那个樟脑，台湾那个时候樟脑很出名嘛，它是被那个时候的清朝发现了就产生纷争，叫樟脑事件，然后开始让台湾人排斥洋教，排斥洋人。所以呢，李修牧师要传福音就被人家指指点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马雅各那很年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去香港结婚了，跟他的夫人结婚。但那个时间呢，就是李修牧师在这里发生了高长传道，就是高俊牧师的阿公，在旧城被就是在那个凤山被抓了，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有一位当时的传道叫庄清风，在旧城就是左营那个地方，被村民把他活活打死，听说还把那心脏挖起来吃那个时候台湾人还竟然会吃这种心脏心肝呢那凤山就是以前叫北投的礼拜堂就被拆掉了，
后来是英国的政府透过外交来干涉，说你不能来危害我们英国人民在台湾的生活，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嘛，所以才开高雄港、安平港，还有包括大陆的原来的口岸来经商。既然已经签约了，你就不能干扰我这样子。那个李修牧师在屏东，短短6年，他就以阿里港，现在叫里港，然后做起点，开拓了东港、琉球、阿猴是哪里呢？阿猴就是屏东。还有竹仔角、第二咖，现在还有哦，教堂在那边，在那个屏东的潮州附近哈啊，像那个离海岸啊不远，一个旧的庄叫竹仔角，还有盐埔这个地方，6年开拓了13间的教会，难怪屏东人会把它当成这个教会之父嘛。那这故事当然很多，不过我要讲的是说，他当时还特别跑到台东去宣教，到东台湾。他在1875年3月的时候，李修牧师从打狗出发，就从高雄出发，搭船 junk， 这个容客船就是一种帆船的意思哈。那绕着东海岸一直到台东，叫做宝山，当时叫宝山，下了船就到附近去传福音。他在那边才1个多月哈，他完成了宝山、巡广澳，就现在的成功，现在也叫新港哈，新港那个地方的宣教，还有很多平埔族、很多原住民来做宣教。不过可惜，第一位牧师麦大卫，他在海上被海浪打下海，李修牧师有上岸了，但是他竟然没几年就得了热病，39岁就过世了，死在台湾。当时台湾的教会非常不舍，他是在台南过世的。不过因为当时呢，在高雄的寿山那边有一个英国的领事馆，他们给在地人买了一块土地，来安葬他们那些侨民，就是英国人，所以他们特别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不知道用船还是用牛车，把李修牧师的这个棺木载到寿山脚下安葬在那边。那李修牧师他一个孩子，也在几年前就过世，所以就葬在那个里，所以等于他跟儿子一起葬在寿山脚下。那让人觉得很不舍。不过我们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的夫人就是伊莱莎啊，他并不是因为这样好像伤心就回去英国，他竟然跟母会讲说，既然我先生离开了，那你能不能派我当宣教师？因为原先是跟先生来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母会就说好，你有这样的心志，就派你当第一个女宣教师。你们知道长荣女中前几天在庆祝他们的校庆，第一位参与长荣女中建设就是这位李修牧师的夫人，叫伊莱莎。我们感到感动的是，李修牧师呢，他来这边几年，完成了我们现在人做不完的工作。得时跟不得时，你看他得了热病，还是继续传福音。这是台东之旅的一个路线图了，从打狗到东港，然后搭船绕过鹅銮鼻，一直往北上。这是一些早期英国的一些杂志或是他们的报道画了这个高雄港那个沿岸一带的一个住家哈，这也是那时的图画，而且还画了这个蛮那个很有张力的一个，因为土著呢跟那些英国的船在产生对抗哈，那是有照片哈，就是当时在现在的高雄港寿山脚下，那时还有很多这个英国的船停在那边，啊，那个海岸边就是
英国的领事馆哈。当时的古代的地图，高雄港只能在入口那边有船可以走。你看高雄港那个中间不是有一块画了一个线吗？那个虚线就是海滩呐、泥沙，根本就不能，可能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过去了。所以高雄港其实是在日本人才正式把它挖掘起来的，不然以前就是在那个港口而已哈。这个是日本人画的这个港口后来建设的图画。那这位李修牧师呢，葬在寿山脚下，这是他的墓碑。不过到现在这个墓碑不知道在哪边了，因为高雄后来在2次大战之后呢，成为一个工业的城市，很多外地的人都搬到那边去开拓。那很可惜的是，就那个外国人的墓被一些外来的移民把它墓碑拆掉，然后盖自己的房子在上面，就变成违章建筑在那边了。那个遗址现在还在，但是墓里面的骨头到底有没有人迁走，现在还找不到。那这故事很长，我就是讲说，竟然现在连李修的墓不知道在哪里，只知道说在那个地方，他的骨头有没有被人家迁走都不知道。这是日本时代有一位日本人来研究，把当时的墓园用一个草图画，因为它有一个斜坡嘛，所以它弄平的3阶梯的，第1层、第2层、第3层，那些小小的图画就是当时的一个墓碑的形式这样子。那李修跟他的儿子就葬在中间这一层，你们看到是最右边的这2个墓，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那只知道这个图是这样写，那按照当时的地图去搜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知道说，现在你如果要去那个西子湾，可以从这个登山街60巷进去。好了，还有一块墓碑留在那边，十字架。但这个墓碑竟然是上面是有房子的，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就对了。你从这边照这是牧师当时去做一个参观。那个墓碑就是现在那个晒衣服的地方，在房子就被人家盖起来。因为当时台湾人呢，为了讨生活不管下面有什么墓，反正有房子住就好，先盖那个木材的木板的房子啦。但是有一个有趣的事，因为台湾人他不信耶稣嘛，而且有一些迷信，他们想要把这块墓碑把它挖走，竟然就发生什么灵异事件了，就挖不动。连那个榔头啦，什么那个锄头就动不动就不敢了，他以为这个主人反对，所以就把它留在那边。还有2、3个留在那边的，这个就是人家的庭院那一块墓碑，就当成他的一个庭院的一个隔绝的部分在那边做一些反正是庭院那边洗刷东西的地方。有一个是墓碑的那个座已经。墓碑不见了，他们把那个座当成他们在放东西的地方。这个墓园现在都没有了，旁边还盖一个庙。大家按照那个图去追到说，原来李修的墓就是在这个这个房子中间那个缝隙里面的。那现在不知道说到底人家是把他骨迁起来了，还是直接把它盖了房子。那现在又不能请他拆掉要去检查，是在那个位置这样子。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李修牧师他们为福音奉献的一生，经过了很多愁苦和困难，但是得时跟不得时的差异那么大。我们的幸福小组在这个礼拜大概慢慢就接近尾声，因为这些 base 的在8周的当中，来到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得到很多福音的讯息。我们是即将进入一个第3阶段，就是邀请他们决志受洗。我是要把幸福小组现在传福音的模式来对照刚刚我讲的李修牧师他们千辛万苦，还包括这个麦大卫被大浪打到海里面。你觉得得时跟不得时，到底哪一位方便？幸福小组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地方传福音。
那你还有什么好挑剔的？既然我们基督徒领受了得时跟不得时，那幸福小组那么得时又那么方便又那么喜乐，那你不做，那你要像李修那边的李修牧师的情况那么累吗？受那么苦吗？好，那第3阶段是最重大的时段，因为我们这些小组员还继续跟进哦，跟接来这边8个礼拜，有可能不是全部都来了哈，要探访、要关心、要鼓励他决志来受洗，所以我们会在11月24号感恩节那一天，邀请林和成传道来做见证、粮堂。那既然我们领受了这个传福音的任务，得时跟不得时，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除了你小组员邀请这些被死的来之外，请记得开始祷告。你有什么好朋友？你有亲人或是你的同事，有没有可能为他祷告，邀请他，就是来林和成传道的见证会，让神亲自动工。因为你早上要撒种啊，早上要投资啊，晚上也要撒种啊，就这个意思啊。你只要尽你的本分，神就要成就。还有第二次的名人讲座，就是王荣义牧师，再过1个礼拜12月1号，那你只要把米粮准备好，撒下去，神就要成就它。那我们就期待说，无论是有参加幸福小组，或是你身边所带的慕道友，或是包括在外面已经受洗准备要决志来做这个信仰告白的，我们都希望在12月15号举行圣礼典，就是在代降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积极努力在说，要受洗的开始填你的报名单，把你资料放上去，那准备来做收割的动作了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他们很努力。我们看到这些图片，牧师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是连续8周辛苦1个礼拜至少要参与3次聚会，幸福小组，再来是礼拜5的小祷告会跟小组聚会，原有的小组，那加上礼拜天你们来这边，他们愿意付出是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你得时跟不得时嘛，因为看见像李修牧师他们愿意为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的、文化的，他愿意为他舍上自己的生命。这些图片就是我们这些幸福小组，大家用快乐大家充满笑容拍照这个是我们的心灵转角办的，这个是我们的松年的长辈的幸福小组这个是在应该是在维稳执事的家，大家充满了笑容这个也是在幸福小组另外一张幸福小组。那这个是在芷兰执事的小组，他的家里面，这个也是那这个是我们的硕荣长老，他们在教会办的一组，还有刚刚有一组是在我们龚医师的家，不知道照片没有进去。那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复习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幸福小组来传福音。对照李修牧师当时的艰难，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挑剔的？还有什么说我要等时机成熟，我要等气候好我才要撒种？你就要撒啦，因为不管得时跟不得时，这些资料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是要让你确信说，这个幸福小组是值得去参与的。第一个，《使徒行传》2章47节说，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幸福小组是以团队来取代个人传道，团队大家不会生疏，或是感到很恐惧，或是自己没有准备好。再来是幸福小组以带状取代单点。再来，幸福小组是累积感动，让人愿意接受主，带被死的受洗。第四就是门徒不断被兴起，因为这些同工被操练了。再来是让传福音成为一个常态，而不是说偶尔，而是教会增长成为一个常态。感谢主。为什么要推动幸福小组？它的逻辑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尊荣慕道友，让慕道觉得说他是被尊重的，被特别的热情的接受的。我们经文就不一一读了
那第二个是用热情来接待慕道友，让他们觉得他是被看重的。第三个是营造有趣的聚会内容，里面有诗歌、有见证、有那个游戏啊，类似破冰，让他们觉得把那个防卫的心都松懈下来了。第四个是塑造感动的气氛，因为很多做见证的，他听到最后都流泪了。特别最后在为幸福小组里面贝斯的祷告的时候，他把心胸打开的时候，他讲出他的难处，他讲出他对人生一些很消极的看法的时候，为他祷告，很多人都在流眼泪。第五个就是坚持到底，不放弃。不是一次你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就完成，你就觉得很简单，对不对？有的是犹豫，有的贝斯都觉得说：“哎呦，到底做的好不好？”昨天我们在开研讨会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贝斯有很多困难哦。第一个是，哇，以后信主要每个礼拜做礼拜，他感觉很困难呢。这个要祭祖的问题怎么办？哇，很多困难，但是坚持到底。当然，生命改变了，这些困难就不是困难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幸福小组的宣教，跟得时不得时，跟李修牧师那么时代的挑战，真的是差太多了。幸福小组是喜乐的宣教，幸福小组是热情的宣教，幸福小组是感动的宣教，幸福小组就是幸福的宣教。因为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非常文明的时代，他知道人心的需要。马雅各医师，他是治人家的病，让病得到医治，来信主的。但现在我们的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我们只要用喜乐来宣教，热情来宣教，感动来宣教，幸福来宣教。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的幸福小组能够非常丰盛的收割。